有一台塞斯纳轻型无人机，有坐4个人，测试撞入去华盛顿特区的天顶。因为这个所在是禁区，军方随出动 F-16战机甲因砸落来。想未到这台小型的无人机却落在了维吉尼亚州西南部的山区，这4个旅客拢过往啊！也因为这战机起飞所造成爆炸噪音，引起民众惊吓。被维吉尼亚州甲马里兰州华富市区域的居民测试，拢和这多年来声音行一条。社群媒体推特一个涌入，一个搁一个的疑问，拢想要知影是发生什么代志。原来一架为天纳西州起飞，有架飞往纽约市长岛，机顶载有4个人的塞斯纳轻型机，落伫华盛顿特区顶面的禁区。军方紧急出动 F-16战斗机拦截，类似爆炸的声音，都是战斗机紧急升空产生的音波。国际航班追踪网站弗莱德威的记录显示，这架小无人机伫靠近纽约地区时，突然180度大西翻，搁伫华盛顿特区领空直线飞，最后大约伫下到3点30分左右消失伫维吉尼亚州。经过几点钟的找找，当地警方伫乔治华盛顿国家森林公园发现坠机的残骸，机顶无人活着。北美航空司令部发布的声明表示，军方一直想要联系飞行员，不过一直拢无得到回应。另外，知影内情的消息人士指出，这架小无人机迄当时亲像是自动驾驶的状态。官员强调，战斗机拦截甲坠机拢无关联。小无人机登记伫佛罗里达州墨尔本安可汽车名下，头家朗培尔对媒体表示，机顶有伊的查囝，2岁查某孙的儿母，甲飞行员4个人。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。